你很臭。老婆話我口臭啊！我成日周圍食嘢拍片，食咁多嘢入口呢，好容易就口臭生痱滋，好可能係口腔出現問題嘅警號啊！今日同大家講下呢款最近喺萬寧上架，大人細路都可以食嘅口腔保健品 Collagen 口咽康。口咽康含專利口腔益生菌，從根源改善口腔菌叢環境，增強口腔免疫力，全能解決嚴重同埋長期口咽問題。檸檬味口含片只需要3分鐘即溶，方便快捷，隨時可以含服，一粒持久去口氣，冇副作用，大人孕婦3歲小朋友都食得，唔係普通口糖香口膠。點解口咽康咁有效呢？秘訣係有晒臨床實證啊！台灣權威醫學大學臨床雙盲試驗結果表明啊，口咽康成分中嘅3款專利益生菌係好有效噶。口腔保健食品添加菌株，有效降低口腔裏面嘅變形鏈球菌素，改善口腔裏面嘅微生態，改善牙齦出血、嘴角乾裂等問題，更可以促進唾液中裏面嘅免疫球蛋白分泌，提高口腔同埋咽喉免疫力，減少風險。專研4合1配方，有效改善口腔問題。口咽康由3種專利口腔益生菌、3種專利口腔後元素、天然護齒益生元、多種營養精華組成㗎。從根本改善口腔菌群生態，同時改善口氣同埋咽喉健康。3款專利口腔益生菌，臨床實證能夠抑制口腔病菌，提升免疫力，預防咽喉不適。3款專利活菌化酵物生成後，令到配方功效發揮更顯著。天然護齒益生元係天然成分嚟㗎，唔易生成牙菌同埋蛀牙，預防牙根腫痛出血、牙鬆脫、修復黑黃牙。多種營養精華包括維生素、海藻鈣，額外添加多種嘅營養精華，有助增加營養吸收，全方位維護口腔咽喉健康。臨床實證4周抑制口腔惡菌，改善口腔問題。口腔益生菌除咗可以增強口腔免疫力之外呢，對上呼吸道免疫功能亦都有一定幫助㗎。因為佢能夠產生抗菌物質，積極抑制有害嘅細菌喺人體主要病原體入口處，建立強大嘅防禦系統。呢種強化顯著增強咗自然防禦機制，提升上呼吸系統嘅整體免疫功能，提供全面嘅免疫支持，減少喉嚨痛、扁桃體炎，更可以減少咽喉同埋呼吸系統疾病嘅發生頻率同埋嚴重程度。想提升口腔免疫力，咁 Collagen 口咽康呢款產品就一定係你首選啦。每日服用，保持口腔清新，提升口腔免疫力，仲可以減少喉嚨痛添。萬寧門市同埋萬寧網站有售，喺描述欄仲可以拎埋20蚊現金券添。有興趣就快啲去買啦！